嗯。哎，两位这次来哲罗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普洱茶，眼下还帮我们寻到了失踪已久的水路。您二位一定是山神引到我们这里，给我们哲罗带来好运的使者。所以今晚我们就用我们哲罗最吉祥的火圈舞来庆祝。你们银城人会什么才艺吗？唱歌、跳舞之类的？那可多着呢。龙公子的锅庄舞跳得可好了。锅庄舞听着就很有趣啊。想学吗？我教你。啊，来，把手给我。来，往前啊，预备起！1、2、3、4，后退，6、7，嘿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二人身为我大唐子民，竟然违反律例，赶紧俯首及耳，认罪吧！违反律例？陆长风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胡说什么？嘿！敢辱骂本官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干什么？你这个老贼，上次也是突然出现，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哼！你二人！护送女儿徒之滨，私藏我大唐禁止出境的兵器锻造谱出境。按照大唐律例，将兵器私运外人者，理当绞杀。